頂禮拜包圍風颱，北部停班停課2天，航班嘛大亂。雖然有未少民眾攏有報旅遊不便險，也毋過4月實施的新制度規定講無成立費用相關的證明，交通佮飯店上濟一日該當賠2000塊。即屆有真濟民眾回國的班機是雄互取消，所以哪會有成立費用的證明呢？經管會嘛表示講會來要求業者愛檢討，嘛閣會來提出理賠的原則。原定11月轉來台灣，飛輪機煞因為包圍風颱取消，簡單買到7月16轉來台灣的機票，被迫加留5天。旅客講新增加的住宿費，甲伊的卡片愈甲無擴大。從12、13、14一直遞補到16才有機位，然後一樣也是加那個手續費的部分。飯店的部分大概平均一個晚上1萬，所以總共是5萬塊左右。根據今年4月上路的旅遊不便險內容，內底甲行程改變有關的部分，然後單機就當用相關給付金額，上關當賠到120%。不過若無大成立即的相關證明，交通住宿簡單固定金額一天賠2000塊。不過即屆真濟民眾攏是因為包圍風颱調佇遐，臨時決定住宿行程，根本無依賴的證明。不是我意願啊，就天災啊、颱風啊，而不得不滯留。那滯留住一個晚上，那吃個飯，怎麼可能2000塊就到頂了？這樣子，業務員也很尷尬，因為是規定的。不少遊客轉來台灣申請理賠時，才發現攏感覺無合理。旅遊部落客講，即屆爭議點主要是發生佇退房日拄着風颱，迄天無訂房。不過應該愛有隨機應變的相對理賠計數。相對合理應該是參照前一天或者是行程當中的平均房價，因為出門在外，如果又是在機場附近，房價呢往往會衝破2000的上限。那期待有更合理的討論以及方案。因為就是滯留而產生的那個，他可能還是會去住飯店嘛。那這個部分，這個時候到底是用實支實付還是用定額給付？所以我們就請工會去做一些條款上面的檢視。金管會回應，對新制上路了頭一擺拄着風颱衍生的理賠爭議，會趕緊要求業者檢視條文，提出統一的理賠方案。記者綜合報道。